南台科技大学在校长黄能富的带领，就是将该校定位为实作型的 AI 科技大学。会中，他帅气戴上 AI 驱动的 AR 智慧眼镜，来分享可以帮助没有经验的人在蔬果采收时，也可以做出正确的决定。加上开发 AI 敲击棒来辨识西瓜和凤梨的优劣和熟度，甚至是结合视觉和听觉来及时为蛤蜊分级，以前所未有的辨识速度和精准管理来翻转传统农渔业的成功经验。而此刻他认为时机成熟，所以率全国之先26号正式邀请全国高中职一起来加入 AI 人才培育平台，让师生零门槛来参与 AI 模型的建制和实作，并发起算力共享联盟。10年的经验，我们讲10年磨一剑嘛，把它变成一个 AI 人才培育的平台，就把这些经验变成一个平台，让大家在上面学 AI， 就把它定位叫做实作型的 AI。当然，现在外面有很多 AI 的课程，很多学校你都要开 AI 的课程啊 ，AI 的素养啊，AI 的什么东西，但是你需要 AI 的实作，就是说我们说你做一次，比你念一本书可能还有用。AI 解决农渔业生产的问题，同样可以为百工百业带来颠覆性的变革。会中来自医界、学界和产业界都共同来见证 AI 所展现巨大的潜力。除了语言跟农业，还有很多不同的领域，每一个领域在 AI 的这个应用上呢，都是借助 AI 我们来赋能。做了13年，这个在 AR 眼镜的一个研发，终于看到 AI 来临，让我们的 AR 眼镜能够接近我们人类的世界。很期待有更先进的这个算力，更强大的算力，可以让我们在未来，就是在医疗这个智慧医疗这个平台上面，可以有更方便、更强大的一个辅助。为了实现 AI 教育普及化的愿景，南台科技大学以前瞻视野来开创新局，就是希望共同为台湾产业注入新时代的 AI 人才。记者郭恩吉台南报道。